今日睇144方嘅樓喎，非常之靚嚇。兩棵羅漢松咧就都80萬一棵噶啦，上去睇睇。呢套咧係144方嘅4房3個衛生間，南北通透，雙陽台嘅。入門嘅子母大門做好咗鞋櫃啦，採光非常之靚嘅廚房啊！呢個全尺寸嘅一個大金品牌嘅中央空調，非常之靚仔嚇。呢個係交標一手房，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4間房都比較均勻，牆布都貼好晒㗎啦，非常之靚。街景空城3期，呢個係套房，有個衛生間嚇，呢個俾屋企人服務啊都可以非常 OK。邊位採光非常靚。呢度入嚟係主人房嚟嘅，有獨立嘅衛生間啦，做好咗衣櫃啦，大金嘅品牌嘅中央空調啦，貼好咗牆布，非常之高大上。